是，外面终于安静下来了。忙碌了一整天，此刻的你是躺在床上还是靠在窗边？这一天过得还好吗？也许有点累，也许有一些不如意，但在这最后的几分钟里，我想邀请你做一个心理游戏。我们不复盘那些烦恼，我们来做一个淘金者，去刚刚走过的这一整天里，把你忽略的那些闪光时刻找回来。心理学上有个词叫微光 glimmers， 它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好消息，而是那些被你在匆忙赶路中不小心遗忘的瞬间。试着回想一下，今天出门时迎面吹来的那阵风是不是很舒服？路过街角时那口冒着热气的汤锅有没有在白烟里治愈你？又或者是那只在路边伸懒腰的橘猫，还有阳光穿过树叶洒在路面上的斑驳光影。虽然现在天黑了，但请闭上眼，把这些画面重新点亮。夜低头，黑夜里也有星光在闪，光就在记忆深处的缝隙之间，把微笑的快乐编织成那件能抵挡梦魇的金色披肩。你笑着睡去，也是一种光源。生活本身或许真的是一地鸡毛，但即便是在最贫瘠的土地上也会开出花来。我们不需要等到明天天亮再允许自己快乐，快乐是你此刻就能从回忆里提取的糖果。当你开始收集这些微光，你会发现世界并没有变好，但你的心变软了。带着这份暖意入睡吧，今晚的梦一定是甜的。现在深呼吸，把你今天找到的那一颗微光藏进心里。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今天最让你心动的一个瞬间。这里是玉溪深夜私语，每周五晚上10点，愿你心有暖阳。我举黑夜，晚安。